进前有民众去做医学美容，诊所医生甲伊麻醉出来青公司。卫福部表示，讲特管办法规定，规身躯的麻醉注射要有麻醉专科的医生伫咧现场执行。若准无这诊所会罚款25万。台湾麻醉医学会就强调，伫这麻醉医学内面呢，并无困眠麻醉这款的讲法，这颠倒会让人无重视麻醉的风险。建议民众要做手术进前呢，就要确认讲伫现场敢有麻醉科医生。 有一个爱死的人为着拄着面的尿痕甲斑点，会去煮煲尿酸。不过，之前有民众到医美的诊所做电波牛皮、疑似麻醉了后死亡的事件，有部分民众咧选择医美的时更较细致。可能会爬文吧，就是看大家比较推荐，然后就是没有局限，就看大家的评论这样子。对啊，对啊，还是会去做医美。未来如果有需要，还是会做。对，女生嘛。你当下如果有 合作的大医院来急救的话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一定要有麻醉科医师。民众的烦恼毋是无原因，因为卫福部公布的特定医疗技术检查检验医疗仪器施行或者是使用管理办法，简称特管办法，就规定讲，全身麻醉的静脉注射应该由麻醉专科医师专程在场执行，中度或者是轻度的镇静麻醉是无一定要由麻醉专科医师执行，不过医生要受过麻醉镇静训练课程，来确保病人的安全。也麻醉科医生也提供民众自保的方式。询问一下你的麻醉医师，他叫什么名字？好，他的麻醉专科医师字号。另外，你可以请你的麻医出示他的这个职业登记证以及专科医师证书的相关的这个文件。 如果是有这个25条做这些项目，然后没有麻醉科专科医师，那他就是用医疗法第103条去处罚这家诊所，5万以上25万以下。 台湾麻醉医学会发声明强调讲，麻醉医学当中无私民麻醉的这个词，这种人喙火的讲法可能让人轻视麻醉的风险。卫福部也呼吁民众，一旦到医测会官网查这间医美的诊所是毋是通过美容医学品质的认证，那诊所对医师的简介登录不实，也根据医疗法相关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